嘅掌聲俾你個組員好嗎？真係，喂，其實咧頭先真係㗎，我想問下邊一個喺海嗰度啊？即係喺海嗰邊啊？即係隻腳唔該舉手啊！喺海嗰邊嗰啲人，佢哋嗰啲人真係好犀利㗎。點解佢哋要犧牲佢自己隻腳落水？我頭先見到一個人咧，就係犧牲嗰隻鞋，即係咩意思咧？其實就係好似我咁嘅裝束就落咗水啦，就冇除咗鞋嘅，即係為咗要完成呢個賽事。咦，你都係喎，你真偉大喎 ！OK， 好啦，咦，喂，啲杯如何嘅？你做咩事啊 ？OK， 好啦，我想咁樣，對，射。各位泳客請注意，為咗本身安全着。喂，你攞底杯係嘛？咁都抽晒上嚟嘅喂。喂，你知唔知邊個第幾組㗎？其實 ？OK， 好。好啦，喂，上嚟啦咁樣。好啦，我想問下，喂，其實頭先大家覺得難唔難？各位泳客請注意，泳灘逆境服務將於30分鐘後終止，敬請留意。其實我想問佢借支咪咯。好啦，大家其實咧，泳灘逆境服務將於30分鐘後終止，敬請留意。OK 啦，其實我想問下大家咧，覺得頭先北水難唔難？30分鐘後。我想問一個第一組嘅。各位泳客請注意，我對第一組唔該，可唔可以出嚟啊？30分鐘後。冇可能㗎。各位。第一組組長啊，組長。自己含咗啖水啫落去。第一組，哇！我想問呢杯係咩嚟㗎？鹽水。大家有冇望到有幾滿啊？大家有幾多沙？我唔介意倒出嚟啊嘛。OK， 嗱，大家去讓開啦，嗱，望下睇呢杯水可以倒幾耐啦，得唔得啊？你問啦，呢個肯定係第一嘅 ，OK， 我想俾大家知道咧，呢杯水有幾大杯。好啊，嚟啊！算啦 ，OK， 即係話咧呢一杯水咧係好驚人嘅，呢一組真係好犀利。第二組都咩啊？4隻杯啊？唔係。第二組咩啊？第二組係邊啊？第二組，第一組開翻入去啦。第二組，第二組好波。哇 ，OK， 嗱，大家見唔見隻杯有幾滿啊？唔見。OK， 見到啦。見到。呢杯咩嚟啊？水嚟嘅 ，OK， 好勁啊！呢一組第二組喎，好犀利。OK， 好啦，我哋呢一次呢個 game 咧，其實係4組贏嘅 ，OK。好啦，仲有邊兩組係都係好滿嘅咧？第三組，你呢組係咪第三組啊？做乜嘢？第四，呢個第幾組？第三名。第三名定第四？第4名，第三名係呢杯，右手呢個杯。哇！第幾組呢？呢個？第4組。第四組唔該係第二組可以翻返去。第四組咩人啊？淋啊你！點解頭先唔夠咁滿㗎？咦？你哋係咪大蚊你頭先話失眠㗎？喂，早啲講啊，大佬！你慢慢倒啦，自己隻手度睇下倒幾耐。哇，好犀利 ！OK， 仲有第呢個第四組，第幾組啊？第4組第3名。第4名係邊？即係都係贏嘅嗰組係邊組咧？第三組。第3組。OK， 咁即係頭4名會係第幾組咧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、4會係頭4名㗎，頭4名咧都會有相同嘅獎品㗎 ，OK？有雙人機票啊！係有雙人機配來回嘅說明書。說明書。OK， 好，我想大家都俾翻啲掌聲，唔該各位好唔好啊？其實咧，嗱講翻少少，我哋諗呢個遊戲咧，其實係冇諗過會有咁滿㗎 ，OK？ 真係冇諗過會有咁滿㗎。好啦，其實真係咧，真係好犀利，好啊！咁啊唔該頒個獎品啊嘛，阿組長，第1、2、3、4組出嚟啊，好嘛1、2、3、4組唔該。呢個係3。好啦，嗱真係好開心嘅 ，OK？可以俾掌聲你嗰組，哇真係〜
嘅。